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賠率賽馬貼士第57個賽日，3月25日星期三，跑馬地嘅 B 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係1840。由於第8場4號馬好實力退出競賽，由後備馬成康掠影補上，機械人貼士有所更改。第8場3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7號靈燈標籤高基，12號深紅紅標籤小心，8號加州活力標籤小心，1號一起美麗。機械人提防馬匹第8場有所更改為2號一定掂，請大家留意一下。以下嘅圖表係近10次賽馬日非佔比嘅參考資料。第一場最高非佔比馬匹7號幸運同行，佔比 18.07。第二匹4號夢照發標籤實力，佔比 13.55。第二場最高非佔比馬匹3號知道穩成，佔比 13.69。第二匹1號街燈標籤馬膽，佔比 11.91。第三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比特星標籤馬膽，佔比 21.01。第二匹2號金發盛世，佔比 18.21。第四場最高非佔比馬匹6號爆出美麗標籤小心，佔比 15.08。第二匹8號八心之星，佔比 12.34。第五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0號有進同心，佔比 17.04。第二匹12號品德寶寶標籤高基，佔比 12.98。第六場最高非佔比馬匹3號王者有利，佔比 19.56。第二匹5號馬達，佔比 13.69。第七場最高非佔比馬匹2號踏雪尋梅標籤馬膽，佔比 18.29。第二匹8號星神千歲標籤古惑，佔比 11.93。第三匹10號加州得力，佔比 11.93。第八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一起美麗，佔比 13。第二匹2號一定掂，佔比 11.87。第九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號成數表標籤直播，佔比 12.92。第二匹2號粵港之區標籤小心，佔比 12.92。第三匹5號福星小子標籤小心，佔比 12.92。以下係前10最高非佔比嘅1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以下嘅環節係今日最低非佔比嘅2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以下係今日異常吹高非佔比嘅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以下係異常冷非佔比嘅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
以下係今日機械博覽區嘅所有資料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3場6號比特星，第2場1號街燈，第7場2號踏雪尋梅。精選嘅單棍區第5場12號品德寶寶，8號飛龍在天，第3場5號星運笑着，2號金髮盛世，第8場7號靈燈，8號加州活力。2穿3嘅過關區第9場9號宜昌光輝拖，3號精彩福星，5號福星小子。第7場1號維港激流拖，3號日馳千里，5號志合拍。特別行動主力心水第8場8號加州活力拖，7號靈燈，12號心紅紅，1號一起美麗。1拖2嘅重心區第9場2號粵港支區拖，3號精彩福星，9號宜昌光輝。第6場8號花好月盈拖，3號王者有利，1號千杯競典。1拖3嘅進取區第7場2號踏雪尋梅拖，1號維港激流，9號天下寵兒，10號加州得力。第3場2號金髮盛世拖，10號新力嬌，8號驕陽雄心，7號可靠大師。1拖3嘅博爆區第6場5號馬達拖，8號花好月盈，7號佳運發，12號百里王。第2場3號知道穩勝拖，7號北海道，6號極速滿貫，5號高齡勇士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